再来看台南市警察局的交通局试办一个新制度，逐个月满意度前3名的警察要发1000块的奖金，佮记一支嘉奖哦。伊外界是烦恼讲，警察安尼敢会拼业绩咧，引起质疑，所以这个新制度就暂时先取消了。 去餐厅食饭，有真侪民众也伫网络评论着餐点，还有用餐的经验，嘛会斗拍分数。这种模式嘛要套用伫台南市警察局第1分局交通队的基层员警决定。12号开始，因针对着员警来试办服务满意度调查，每个月得到民众上悬分数的前3名员警，会当摕到1000块的奖励金，还有嘉奖一支。对此，民众的看法是一面倒。警察跟餐厅那种服务不太一样。 它不是完全的服务性的性质，也有可能会有人违规，然后被开罚之后不爽，就说他的服务可能不好之类的。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，所以说屏蔽我觉得可能帮助不是很显著啦。有的人会很喜欢去按，可是有的人会按了赞再给你加一个负评。 这样也没用啊！真侪人认为评比可能无够公正，嘛烦恼有人因为违规互开单，颠倒互员警加分，造成因执法的压力。通过民众自发填写表单，每月选出3名获得肯定的同仁，于联合勤教时公开表扬。但因考量社会观感，今日起取消奖励措施。第1分局回应，当初是为着要表扬交通分队同仁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，还有服务态度，才设计这个评比方式。试办进前调查过基层的意见，拢无人拒绝，因为考量到社会的观感，嘛决定16号开始取消这个措施。记者王立条、明昭权台南高雄报道。